世界无奇不有，社会包罗万象，彩色人生有真理，有平安，有自由，有喜乐，有愿望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厝边隔壁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好朋友喜信。今日喜信呢特别对台中来甲咱永和来真耶稣教会永和教会，要来访问一位永和教会的信者张美暖姐啊，要来咱节目中甲咱来见证分享耶稣基督恩典伊的家庭，来互咱听众朋友呢来做一个信仰所的参考啦。美暖姐啊，你好。主持人你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美暖姐啊，你本来是倒位的人？我彰化鹿港轮尾庄的人。轮尾庄的人，你搬起来永和已经偌久的时间啦？几啊10年啊。咱一般住伫轮尾遮，会当讲是海边嘛，嘿。马上。一般来讲，这是民间信仰不哩发达的所在，是。差不多家家户户拢是咧拜拜哈，拜这祖先啦，还是一寡这民间庙宇的信仰啦吼。咱比较较好奇就讲，为什么咱美暖姐吼，你会当来信耶稣？你也想要来信耶稣，这原因伫倒位？我从细汉就是拜拜，我的阿姑好咧做动机，就咧做倒头。安尼。从细汉拢接受一寡偶像，是我60年，迄阵我23岁，我结阮头家的时阵，迄阵伊捌甲讲耶稣，但是我嘛信袂落去。是到64年，我27岁迄年。我遇到真严重海去甲苦，迄个入院的时阵，有人伫甲传耶稣，我拄头足无爱相信的。迄个时阵，迄信耶稣定来甲我关心，甲我传，我拄头真正很排斥啦。因为我想，对破病也是刚有讲耶稣，我嘛听足烦的啦。伊真正足听心定来甲我关心啦。我先转来入院，因为我就是迄阵27岁呢，我向做生理先过劳啦，先过补趁钱，到尾是。有一天转来困倒煞吐血，我迄阵人瘦甲安尼，剩40几公斤，因为我人足悬的感觉真瘦就对啦，足无气力的，吐血出来，我才会知去照电工，才会知我第三期变骨一孔真大孔。到尾当然是爱去入院啊，专门科去入院啊，几啊个月啊，我逐工都食药注射，逐工煮几啊支吃，一工勉强家己爱食5顿，因为迄病是一种消耗体力的病，就是爱营养有够。空气还够好，伫山顶买咧迄病伊伫咧静养。到尾伊看我定定关心，伊讲看我嘛是共款遮尔瘦，伊讲无你搁问诊照一个电工啦。我讲好我就真正听伊话，搁去照电工。我本来是第三期变骨是伫正病，这第三变骨食烂一孔真大孔。去照电工了医生甲我讲你这病搁咧定点。我听着足艰苦，我才27岁尔呢。我3个囝伫厝内免烂。我会知迄边真耐拖啦，也毋是遐快死啦，无遐快好啦。我连续即个专门科食药，我食遐尼久拢袂好，注射逐工注养有肉、肌肤的、杀菌的、营养的，逐工注射注遐尼久，佫袂好，佫即边佫咧烂，安尼我要安怎？我逐工安尼伫病床看，安尼望着天花板，安尼足无助的。迄人定甲我关心，伊讲你哪会无爱祈祷看卖咧？你信耶稣你信有就有，信无就无。你信10分好10分，信50分好50分，信100分你就好起来。我听足感动啊！我还会好起来。伊讲会，我讲要怎祈祷，伊才甲我教，叫我跪咧较虔诚。我前要办出院，阮爸母毋肯啊，阮爸母咧甲我顾，伊毋肯，伊讲你调袂好咧，伊会知我伫遮啉遐久也无较好，我即边颠倒嘛要烂。阮爸母看我足坚持的伊甲我讲迄话，迄阵我听会入去伊甲我讲你转跪咧祈祷，你求，你求，我要安怎求？伊讲你无信心袂使甲耶稣求，我真正照伊方法转来。阮爸妈看我遐坚持会知我足心软一个囡仔啦。以前只要我意思互我退院，我转来毋敢祈祷，毋敢知呢，我门甲锁起来，逐工跪咧咧求我。我真正跪咧求到。你的病有好无？你家上知？我若讲有体力，我搁会食，我面搁伫红牙起来，我若起遮有力啦，到尾前个照电工，医生讲，你的细胞拢钙化，我就惊一个，我啥物做钙化？伊讲钙化就本来像一孔，像咱涂骹一孔，即摆门头甲补起来，已经平啊，平啊，即摆但是还有痕迹，伊甲讲你也提重会去离开你毋通提重好起来就佫袂记咧呢，足爱趁钱诶，迄阵生意佫足好咧。我咧卖海产，卖鱼，爱鱼佫冷冻诶一箱一箱拢，我若卖50斤所以拢爱莫动诶。伫遐莫动，
啊，我到尾啊吼，结果无一个125迄落我倒摆来徛。啊又甲交代讲叫我袂使冒动。啊，像生意真好啊，趁钱会热啦。对。嘛将伊话甲袂记咧。但是我会晓靠耶稣啊。我迄阵咧讲耶稣啊，你甲我斗光。哇！啊，头几日痛咧，头几日伤啊，伊一伤就伤，安尼头几日伤，边啊佫创诶有迄线狗啊吼，咱咧迄后壁迄个铁架啊吼，我佫边啊创诶有迄狗狗啊吼，佫用夹子啊佫吊边啊佫吊蚵仔啦、蛤蟆啦，吊遮多就吊。迄阵啊生意真好咧，我现在倒来就卖去呢，再在炒1、200斤咯。啊，我吼要挑起时阵，我就叫耶稣甲我斗光，感谢主哦。啊，我迄阵啊有北个耶稣讲耶稣啊，我若会当安尼来。换一桶水，甲你七教会吼，我定足感谢你哦。啊，在你心讲，迄桶水是算啥？我迄阵啊土位无力，要灌迄桶水无可能，得要爬起来就足无力咧，就安尼挖里挖壁才会当起来啦。好到尾吼，我好起来了，我讲我先看圣经，讲我奉献造人节，我先甲耶稣讲主耶稣，我奉献造人节好无？啊，我歹去七教会啦，我是爱趁钱的呢。哦，我想教会应该嘛是真需要钱。到迄阵啊，到即马吼，我奉献造人节，我生理比人较好。安尼28年咯，我27岁，去年55啊，捌复发。安尼哦，我用真重的物件哦。你也算迄个哪个若戏路嘛？戏路还去较好，戏路医生讲大部分人是戏路先会武器先会做，嘛是用起来嘛佫袂紧。嘛是袂紧。我袂大头连吼，迄头是偌重咧，共破开，对，真无手，查某较无手尾来，我就安尼用讲安尼佫逐工在这就鱼，啊，我会倒来吼。透早甲伊补货，到透暗着佫忙里忙外，在囡仔着佫干弄，安尼我忙里忙外，我竟然拢毋要佫付花。感谢。讲你若佫互离开吼，佫加一期佫较歹医呢。但是我有耶稣，我等下会祈祷吼，28年咯，我即摆要70公斤啦。红光面车，你看我脸色足红个对无？对。感谢主啊！无感觉讲是，你讲你50几月啊？55啊。安尼哦，看袂出来嘿。啊，我迄阵。敢若40通我旧年吼，我旧年就感冒吼，食久毋捌扫啊。啊，就佮我医生照电讲，讲医生啊，我哪会扫到呢？我惊，我想我有得还去甲培媒体吼。讲医生你甲照电讲，吼啊，医生照，伊电讲是无偌久就出来啊，差不多食半钟先就出来。啊，伊就甲讲，你敢捌滴过还去甲培？我讲捌。伊讲滴伫倒位，我讲第3个边仔个食，讲无啊，连痕迹嘛无，感谢主啦。讲你得到圣灵，咱真来听众朋友，因对这个信仰所得到圣灵，迄种体验，迄种感觉无共款，你当甲咱分享一下无？我感觉得到圣灵，我以前我信耶稣吼，咧祈祷嘛，偷偷放间柜咧开咧，柜锁起来，我惊人甲我看，用笑啊，啊，我得到圣灵感觉就安怎呢？传道甲按手祈祷吼，圣灵安尼降落来吼，有股能力，讲我足喜乐诶，我喜乐几日讲袂晓讲咧，喜乐几日讲等下。哎呦，那真欢喜！啊，喙子直讲，人要聚会，拢嘛讲，人讲你要倒，我讲我要来遮啦。我讲我要聚会，你哋先来啦。拢甲讲，你要倒，我要来教会。所以阮菜市啊，逐个都知我要聚会。你嘛逐个知我信耶稣，我怎无咧卖鱼啊啦？因为我怎吼伫菜市啊，主要叫我买一间厝吼。是。3间店面。加做3间店面。安尼啊。逐个买袂着，干那买会着。我买一间店面的时阵，大家讲，你福地福人机呢？哎呦，我若买袂着啦，那互你买去啦。路边个是。菜市啊店面，我迄阵啊吼，算安尼卖鱼卖甲卖菜价啊，卖我卖甲讲。我着无爱去卖鱼，卖鱼较臭臭。77年买的时阵，我着卖化妆品。去卖。卖衫，看便利，看便利嘛真好。感谢主，平常啊，袂遐粗重啦。我毋则讲，无亏欠。无，感谢主真丰富，非常丰富，啊，佫平安。我信耶稣，我无后悔，足好咧。我主耶稣，我27岁，只我白活27年。我从细汉就听着耶稣，但是我毋知耶稣是啥。最主要我人爱勇敢来信啊。是。因为咱伫咧庄脚咧，像恁亲戚咯，做当机的做菜吼，伫这种环境内底佫较难咧。再难来讲，你嘛是还要信耶稣，因为伊嘛是袂当帮助你嘛。因为我有体验嘛，我迄阵啊破病的时阵吼，咱若破大病，拢嘛去问神啦。啊，着我抢着翻着啊，啊嘛有想要坐，啊坐袂好啊，嘿坐袂好啊。啊，感谢主，我信耶稣真正好啊，当然我要信啊。啊，无你叫我莫信，你敢会当甲我医？对啊。你也袂当甲我医啊啦。因为耶稣是万权能的神嘛，天地万物拢会做，咱人嘛会做呀。伊就是咱的救主啊，伊满有权能啊。是。伊佫赐咱圣灵，所以当然是你当咧足艰苦的时阵吼，你祈祷，就忽然之间就
一工好起来，你家己嘛感觉足意外嘛。对啊对啊。哦，这就是因为祈祷的功能嘛。啊，当然是很明显。是。我伫遐逐工注射哦，早时爱食药啊吼，西药药40几箍，民国64年迄食40几箍很可观呢。啊，就做一日买新，啊，到差不多。迄是透早空8、4、5点就要起运动，安怎讲诶？空气较清新较好。到差不多8、9点诶时阵，在迄边诶人，逐个就是尻川背就要注射。真正富贵病那种。做几啊个月拢袂好。安尼吼。啊，我转来考祈祷，祈祷较好起来，安尼毋是耶稣无是啥。对啊，迄专门科呢，专门咧医迄边诶科呢，啊袂好呢。啊，得到这个喜乐吼，人讲啦，食好，空气好，啊，搁还袂当吵，袂使烦恼，啊，搁还安静。是，啊，到尾后壁搁生一个。是迄阵啊3个呢，啊2个月搁生一个。咁啊，毋4个囡仔。4个。哦。4个啊，就要安尼忙里忙外，你知无？嘿啊。哦，无简单啊。即摆我一个、两个恰恰好对吧？那生4个，啊个则无用的菜市啊成立。哦，真正若无讲先甲你到处照顾囡仔，搁甲你照顾你的单位，啊个你安尼愿意安尼靠住啊，互你信心60%。当然，咱即嘛毋是咧阳光，咱买遐侪厝。我真爱坚持耶稣啦。我从安尼了吼，我后来搁买着一间厝吼。哦。我感谢主呢，因为我有开小卖部，啊是安怎呢？内底是人家讲，啊你是头家娘诶，无你吼这小卖部拢请一个少年家啊，吼囡仔囤啊。伊讲，啊你这半路楼啊，你敢头家娘？我讲嘿啦，我来小姐讲嘿，我伫咧食饭，伊来问啦。伊讲啊，你买这间厝偌济？我讲我买这间厝，我着凊彩因为我想2、300万啦。伊讲吼，你就是买300万哦，无怪280唔买我。哦。感谢主，我才买243万呢。哦，安尼哦。头啊，较要买我，佮我一支电话17,000块，迄摆一支电话17,000块。即马佫会当做设备迄个店头，我地点食。啊，拢主要所有稳定。所以吼，真正神的保守啦，吼，你讲这时代时机还歹，对啊。少聊调，袂使先甲安尼像安尼，所以，会水无分。安尼信主信啊久啊，看到咱比咱这安尼吼，50几岁啊，共款是啊个安尼真少年，啊个真活力，对信仰可能真活泼安尼。所以咱听到比如咱听到伊见证，伊咧讲话，你就知影讲，一个有信心、有喜乐的人，啊有平安的人，有生命的人，就是咧讲话，就是真实在咧甲咱讲话。这真实的，有需要。对，免做假嘛。这是白白分享的。啊，毋是讲啊，我来讲假，对，有人得到啥物保守个啥，若是无影好，嘛无爱讲，无必要。记得我讲，啊，咱讲啊嘛无记得啦。我这样，报条做稳定。真正实在是安尼。礼拜日吼，我长庚吼，安尼吼，已经10多年。哇，拢去将这个认证过啦。讲听，会破病人先需要耶稣，我嘛是伫病床啊，得到耶稣。是啊。坚持落去就得到。对，尊重一个感恩的心。对，啊信，我讲信才会得到。对，不是啊，耶稣要我先，我就是安尼爱求，逐工规个求，逐工规个求。你爱相信耶稣，因定就对后壁。对，就要信才会得到，不是？啊，我好才要信。我除了甲神讲条件，对，对，甲神讲条件，求神怜悯咱，求神给咱帮助啦。我就安尼40几年啊，吼，天天是都，我无信耶稣变成我这边的，我有即嘛几多呢？我即嘛吼，医生甲我讲我有生骨气，我袂当。医生讲你以前摕伤重生骨气吼，那改一个做黄俊良医生，甲讲你叫吃生甲吃体操的。幽默啦，感谢主呢，我今年都没事，我逐工祈祷，早时也开始我生，我来祈祷主耶稣，我早时也第一件代志就是祈祷耶稣，甲耶稣吼灵交，主耶稣讲，对，拢无代志，我早时也遮侪拢行到迄落行拢安尼，36翘，我靠耶稣，伊讲阿美伦啊，你敢是生骨气？我讲我生甲真切操咧，我生骨气咯，医生讲我生甲偌切操咧，生甲甜啦，甜啊，我医生讲你以前摕伤重，你知？感谢主，我等下考试我就是无代志。感谢主，一个行开较天，对，啊，佮中华对面迄个，你行拢嘛36来翘，你看到个知伊。菜市啊，生意拢安尼啊，提真重啊，天路，其他都苦重，翘到我鼻天嘞，感谢主吼。人讲吼，劳苦大人生啦，但耶稣讲，既然劳苦大人，甲耶稣才来，耶稣特别来得到安息。这毋是讲讲信耶稣免做工课，咱这也嘛是共款一直做工课，但是问题是讲，伫做工课当中有主耶稣甲你帮。甲你保守吼，啊，甲你看顾，互你完全平安吼，佮存着一个喜乐心面对咱每一天会经过的生活咱本分嘛，啊是嘛是共款啊，一直甲你祝福，甲你保守。所以咱讲病痛要得到主耶稣的帮忙，主耶稣的医治，嘛都爱看咱的心。你要先有信落去，哦，当你有信落去的时阵，主耶稣因定就对了。哦，身体病痛，救因嘛共款啦。对啊。啊，对着主耶稣，互咱做成功的心嘛共款。你先有信落去，先做落去，主耶稣就甲你帮忙。对。哦，凡事拢甲你超甲足好势。囡仔嘛，甲目前为止嘛拢足好诶。感谢主，我的囝吼，真心主了。
本来我才30几名呢。安尼哦，新资料吼，即摆坐去庙高吼，嘿无课来吼，嘿伫个头壳都去电脑系，啊，安尼哦伫咱遮读清大迄个电机系吼。我过来大学啊，对，我嘛是拢是做用电的。去美国嘛，还是开200外万。嗯，我目前拢甲主耶稣伊比相信，耶稣话伊比较好休息。安尼哦，伊向我甲我讲要去，本来无想要去，要伫台湾尔。然去到美国就买车，就税厝啊，伫咧创啥做修啥。向我家庭200外万，主耶稣甲伊比好好。即摆时机过诚歹，我都要求主耶稣，主耶稣你既然互伊遐读册，吼啊你著要甲伊比。我上大是查某囝，过来后生差1岁尔。阮个查某囝吼。向我去美国读硕士，伊嫁翁，伊若要去缀去，伊嘛无预备要读册。结果讲妈，伊骹手5万啊万万啊。妈，我明仔载要考试吼，我要读个册吼，我拢预备袂赴啦。伊无预备就去替人去过评，伊当是连电的工程师来过，伊希望过伊要缀过，无爱你耽误时间。伫美国打电话妈紧甲斗祈祷，我明仔载要考试啊，妈你甲斗祈祷，去也毋考了，打电话欢喜讲，妈，我昨读过迄吼，足感谢主拢考出来。是，这信仰所就是讲伫万事顶面，你若当活主，你活一心，你活一信心，单纯的心，啊，咱伫咧试探信心，真正主要所就是叫咱活靠的。对啊，所以你无论讲国内国外伫什么所在，耶稣随时拢伫咱边。我有一个秘诀咯，我一世人毋惊无。我若欠亏，我有铁天边源源不断给我，我可以跟他祷告。我即马吼，咱总我写个见证，提我先。主啊，是你给我9%。好。是耶稣给我9%，毋是我耶稣1/10。好。我即马死袂死，我袂活。医病真来拖。是啊。嘛无遐简单死，嘛无遐简单活。你莫治着病疤，很难缠呐。对。哦，这是。伫遐白床炕笑，对哇？你也咱有法度趁钱。我毋则甲人见证，我你吼。上我感谢就是你，我今日若袂趁钱，伫眠床底咧倒，偏偏佫是真贵的药啊。我即摆好起来，佫家己趁钱，来去炒偌济。感谢。我厝内家己看到遮好势。对啊。我人即摆嘛是1995年生的啊。安尼哦，感谢主。伊嘛是我以前要奉献较毋甘，即摆袂。我讲你看耶稣安怎祝福我，你莫甲我斗，你看耶稣安怎祝福我，甚至连厝税摕倒来。我就讲厝厝税偌济，因为伊其中有包括这押金，押金咧我摕互人。你讲我你袂使甲我骗哦，迄边的厝税吼，我办了个厝，迄厝税摕倒，我讲你押金摕起来，剩的厝税你拿给我，我偌济你只是甲我讲，你看你袂使甲我骗，比如啦，20万，我还2万，因为我厝税嘛是爱奉献10万之。感谢主，厝脚拢足好咧。感谢主。我足侪朋友吼，厝拢讨袂起，去法院告到安尼无啥，佫得提钱请伊搬。心情是歹到要死。我的厝脚真好，所以说是我靠。完全是主你要甲帮助，保守平安。对。啊，一款好处款，做后生吼，毋通安尼食酒啊，规安尼。对。抽完是我浪费。是啊，哦，迄个嘛。我有少甲保守，真好势，真平安。十分的平安。啊，去请过。你从较快后生来甲我做，感谢主。你咱这啊，你伫信仰所了后，伫咱的平常的生活当中，你佫有啥物点点滴滴吼？代表性的这个见证，当甲咱分享啊。有，感谢主。我会记吼，我迄阵啊戏毕了，佫生一个第4个，这个伊吼从细汉对我那较体质较无遐好啦。我啊对我定较会扫，啊有一摆吼感冒甲足严重诶，啊我伫菜市咧卖鱼，啊迄阵啊阮伊5岁，因姐姐加伊2岁，啊有一工着目扫啊目屎啊烂鼻烂一大堆，啊我看到足毋甘诶，啊我先紧带转来吼，迄阵啊嘛毋甘伤早收啦，因为菜市下班佫有人买，啊7点咯伊就靠菜市啊找我，啊我着紧带转来，啊我转来先咧洗米，我将洗米吼7点嘛先洗米落煮，我着叫阮诶细仔囝，我伊也做阿秋，阿秋啊你带阿弟吼去房间祈祷，妈仔米洗好吼，啊我着来斗祈祷，我前头失败了，我洗也袂好，也袂定过，才要插落尔，伊就带出讲。妈，阿弟无咧扫安尼，安尼真无咧扫，我扫我拢无停哦。去菜市啊找我时阵拢无停，扫啊骑拢无停。5岁呢，啊就气啊，扫啊，先发生点扫啊，天啊流烂流安尼啦吼。我安尼真无扫，我阿弟安怎祈祷？妈，我跪啊讲，主耶稣，阮阿弟吼咧扫啊咧张啦，啊伊也毋跪咧祈祷，主耶稣我跪咧祈祷，好阮阿弟袂扫啦，安尼，啊真正真无扫呢。囡仔就听。奇妙哦，真的真无扫哦。我哎哟，主耶稣，感谢，我都要无跪咧祈祷，讲伊安尼祈祷，伊就袂扫呢。囡仔祈祷对吧？嘿，感谢主，哎，很天真。平常时咱比如这家囡仔祈祷吼，
还是讲你的祈祷表现，你囡仔嘛有看到？有喏，这阮电动我大仔囝所以嘛，有看到你搁较见证，所以伊嘛拄着代志，咱家己祈祷，所以妈妈无咧边啊。他有跟，感谢因为我选怎我就跟祈祷，安尼吼，对咧祈祷，嘿，啊，搁一届吼，就是这细汉的，我咧卖鱼嘛，卖七仔鱼，因为我卖足大担，我也卖海的这冷冻的，即落，啊，阮翁是卖外的这边，啊，阮一大担，阮就讲，哦，你这担像对我市场遮大担，感谢主席你真好啦。啊，就有一届我就煮我七仔鱼去食，迄七仔鱼外脆啊，不只好食，啊，七仔鱼的翅拢拍切啊，七仔鱼的翅真硬，啊，一届咧食，我说加着，妈，我加着啊啦，我前几年甲民豪乡便所改，用手改买，买爱去市弄袂着，就是跟他摕袂出来，啊，买到些老灰呢，我掏出来啊，贵了便所小灰，我就唔甘呢，我讲妈好痛哦，好痛，对我讲我就疼，我前去卡这边打一个讲哈利路亚，妈吞落去啊。就是安尼吞落去，感谢主呢，这个耶稣真高，耶稣真高，耶稣讲伊无改变啦，要紧是你的信心。对，伊表出13章的特别在咧讲，耶稣基督长既然是永远都无改变的，吼，未改变的信息，大家咱甲敬拜，比咱这安尼从较早吼信耶稣，17岁信耶稣，吼，一直到今仔日。就是拢安尼充满一个单纯信靠的心吼。你甲今日咱咧讲，咱伫这个厝边客家大学这节目内底，你咧讲嘛是还阁是共款的信心。就是安尼，这个信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随时随在咱讲，要体会神的信仰，还是讲要体会神的祝福甲保守平安看顾，真正举手可得啦。像你咧讲，我都毋免惊，我较即马拢无咧惊，因为咱的天父伫天顶的所在。假使咱有困难，跪来甲伊求。当然，咱绝对毋是妄求，但是咱真正去拄着。求你一摆，你就袂信啦。28年啊，我求哦，求空的，我哪要过信？是啊，我哪要为你做相当？礼拜日电视上好看，我袂伫厝看铁道啊。对。我边毋是好所在，佫是我先怎要行？因为我讲做耶稣，先讲你白白直直，要白白下去。既然伊来叫，咱就安尼行，这个算足欢喜。我搁见证一个，我76年6月初1，我细汉囝才读小学3年，啊，我就爱食猪油啦，芳，是，啊，我就是买猪油倒来，甲切，啊，我咧煮煎猪油干吼，我就甲捞起来，啊，这块鼎我家己用较粗鲁，你知，这块鼎有一柄有无？对，一手一个柄咧一手举来迄，啊，伊伫柄搁落去安尼，伊伫插柄搁落去，剩一块铁迄块柄，啊，我若有法香港，安怎讲呢？我想按11点嘛紧炒菜，一囝去读地方班。啊，我就一甲鼎放伫遮，要第二个鼎放这边，放伫水槽我这边，我就应该是要2手捧啦。啊，结果我想过匆忙，想过仓促，我就用1手捧，哇，一个失去平衡，才倒落。迄猪油贵个真好呢，贵个我为我倒骹才倒落，你知？倒者咱这迄落大腿、小腿，袂少倒啊，听一个水啊酥，我足疼。我前吼去呛水，呛来吼。当然疼甲迄巴拢泄气哦，啊真疼，啊到尾1点，我人要转来食到，看我几早我转油，啊你先怎？哦迄边你白泄气拢红，乌多红哦，对，啊我人就甲我讲诶，啊我卖鱼内底有大冰箱嘛，我一个月往冰来有，我冻袂掉，你知？啊我人就甲我讲诶。阮附近福和路一间青地病院，伊讲袂使，啊带去青地病院，啊1点我拄晓到，的时阵我都讲，我要倒来靠耶稣啦，倒来袂要紧啦，买了袂代志，袂死我袂死啦。我人讲，哦，啊你红甲肉拢烧去，我心里足平安呢。我肉体虽然真疼，但是我知影我死伫耶稣手头，我一出来惊遐着买，我竟然讲我要倒来靠耶稣，我就惊换呢，啊。从一个面巾吼，我有冰啦，我用面巾包咧吼，啊，伫安尼煮咧，啊，去拄啊，医生拄晓到嘛，我讲，人讲无爱等，我徛袂牢，我要倒来厝诶，我要靠耶稣，我咧祈祷啊，啊，因为吼，我拢来聚会嘛，啊，教会姊妹、小姊妹讲，啊，比咱这个姊妹真几工若无来聚会，我就搁无来聚会，伊就去遐看，啊，你这包拢失去呢，伊讲要从湖南朋友，因咧外省诶，伊讲伊大陆拢听湖南朋友来甲我顾啦。我讲感谢主啦，这遮大片，你一家摕10罐，起码1罐80，10罐就800，我一个20罐都无够，迄面纸遐尼大，对无？啊，可能朋友，啊，你顾咧，啊，我这两啊前顾咧，迄肉伤，安尼嘛好。我讲你甲斗祈祷就好，啊，到尾啊，过2天就讲我生我留下厝嘛，啊，就陈太太啊，啊，你哪会惊这好命伫厝咧坐？伊上我都毋捌伫厝咧坐，人哪会惊伫厝咧坐？啊，这样你甲我看，我就去互油烫着。
伊哎哟，你毋好讲面哦，你这肉吼拢乌多色的，你风来赶一北是会死哦。啊你我总当然是真好意啦，所以隔壁头讲，你爱去医院，叫我去入院啦。我毋啊，我心内很平安。我都爱请150一心，天别看顾你，我哩去休息。我心内愈笑愈平安。我讲谢谢啦，谢谢啦。我讲袂要紧啦，伊讲啊，你若毋听人讲啦，所以袂要紧。听阮在老话讲无毋对啦，袂使你向我讲就白，你是会死呢，你讲呢？好啦，我送我甲因好，其实我拢毋惊。我即摆是咧讲这第2天、第3天的代志，就是迄阵12点我躺着的时阵迄阵5点我阮怀囝电话下课回来了，看我倒里面床，妈你较先坏啦，我就用冰力用啦，我讲你吼冰就已经污了啊，我讲你有办法买黄药水，感谢主，我嘛毋知有这个尝试，我甲伊讲你甲买黄药水，阮附近的小老板讲。妹妹，你若一时5罐药水买了，你是咧创啥哪会用啊伤？伊讲阮妈妈哦，去互油烫着规个骹拢烂去啦。伊讲即摆嘛无当叫货啊。妹妹，你种20块药水片哦，当黄面汤叫妈妈用面汤甲伊稀释，甲伊稀释，甲伊迄落去泡，泡迄落叫妈妈摕来红像咧压花啊，伫压骨就好。阮囝甲阮妈人伊讲无啊啦，药水互人买了啊吼，伊叫你一个就泡哈，等下甲我讲我就照安尼，照安尼吼，规日无困呢。听讲水啊酥，但是我拢毋惊，我就安尼用面汤吼，安尼泡来开伫面汤安尼压花安尼，水啊酥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安尼对我听1礼拜。第8天开始会痒，会痒讲水啊酥，哎呦，这袂当白呢，迄袂当白，这白拢嘛烂嘛，袂当白。讲水啊，我得安尼家烧咧烧，对我听7天，上7天，要好嘛是会痒，拢好起来。我即摆我来做见证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甲团队你讲无疤，我菜市也捌甲问讲，哎呦阿桑，你这手是安怎啊？那1包才大包？伊讲，哎呦，我这有滚水烫着啦，感谢主哦，伊滚水烫着就1包，安尼慢慢来，慢1丸来哦。你看我，难道我油烫的是几啊百度无？你看平常，你看平常拢无一撮很少啊。这个可以看。含家嘛无啥。你都无看，本来你小啊，乌香，尽管面积多大，你看。对，做大。大腿个小，你看。规个拢是安尼。对啊，我嘛还佫加穿较短，安尼，安怎讲呢？其实嘛无看袂出来。我就家我见证，我讲我今日我穿短裤来，不要你看我一点疤痕都没有。不然你讲看吼小可有一安尼油流的小迄顺啦，是啦。感谢主哦，我开82块就好起来。伊若一开始家叫我摕20块迄个药水片哦，来浸哦，我都开20块就好起来。好。我上家讲你真黄面哦，我讲我信耶稣，我信耶稣就伊拢毋知啦。莫怪你毋知啦，伊毋知咱即个神遮老啦。伊讲好，但他了你真黄面，感谢主啦。即个信仰，我前20几年来经历耶稣太济了，太济了，一点一滴我都不怕，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，真的我知道我信的是谁。今仔日吼，先甲咱美兰姐吼讲到这，但最后咱依然要请美兰姐吼，甲咱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呼吁，一个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为一个拜不来家庭来经历这个耶稣。你毋通是讲这是咧广告，这真正的代志。我从细嘛听了耶稣，但是我无经过经历。耶稣我毋捌啦。但是我真信真20几年来吼，我非常的平安。佮讲一句啊，佮趁有食，佮平安。我若想要代志，我得跪咧甲耶稣求。我早起第一起来就是跪咧甲耶稣讲话，甲耶稣咧祈祷。甲耶稣咧真好，爸仔囝真，讲句我爸着真生奶，甲咱这天边安尼照生奶，那种感觉非常好。我感觉耶稣是咧家抱，咱这天父咧怀抱我，真的在怀抱我。你头有病痛，有啥物不管啥物肉体病痛，心灵会无平安。不管你有啥物代志，这全能的耶稣伊会甲你听，在乎是毋是你要跪倒求，在乎你是毋是要信。咱讲今记者一个无啥好，就埋怨，就无爱信，所以你家求我有啥物代志，我爱家求，靠了耶稣。跪咧甲耶稣求，耶稣无法斗开。见证还佫点点滴滴还很多啦。时间有限，也袂当讲较济啦。若要信的听着要信，有人疑心的听较济嘛是毋信咯。若毋信，是主耶稣无算信。可惜啦。我嘛无算信，恁算信。这口气吼，我得着，你嘛得着。耶稣讲伊无偏袒啦。伊逐个着听，像你生20个囝，你20个拢听。你无一个讲趁较无一个，也是讲心做较歹，你着无听，绝对听。伊是安怎你会遐听？因为你是伊的亲爸爸，你是伊的亲妈妈嘛。这个真神嘛是共款这样听咱啦。记在咱心啦。紧饲落信耶稣，着袂毋对啦。信耶稣100%袂毋对。我伫遮个呼吁吼，这个神
情真的值得我们去信靠他，值得我们去歌颂他，值得我们去跟他祷告。伊绝对会给你帮助，真正无条件的爱，无条件，伊无给你提半项。所以神爱世人，这不是一句口头禅，真的神爱世上每一个人。要紧是你是不是要跪在甲求，你是不是要去相信你，请你打开你的心灵来接受这位属灵的真神。若然看不到，可是我们真的可以体会。我体会太多了。真感谢神。希望恁有这个福气来就近耶稣。耶稣嘛足听恁的。伫今日节目完成进程呢，咱要邀请咱亲爱听众朋友伫空中，喜神做来向天顶的真神来祈祷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愿所敬拜伫天顶地上，灵充满着万有，无所不在，全能的真神，慈悲的天父，赐平安的主。我们来感谢有劳你的性命无煞，因为伫你遐有不变的美德，无限的慈悲、体贴、恩典甲带领。你捌借着你的带领的话语，讲有就有，明日就立，创造了这个大的奇妙的宇宙万物。主啊，你搁再按照你家己的形象，创造了阮尊贵的人类，赐阮宝贵的活命，支配着阮人的命运，决定了阮所在的所在。你用着恩典甲福分，设着阮来看顾着阮，保守着阮，因为阮是你后生查某囝。主啊，你是阮的救主，是阮的神，阮天顶阿爸爸。阮是你所生、所饲、所看顾的，对年头以到年尾，主你眼目拢定定伫咧看顾着阮这块地，也祝福着阮这块地，来保守着阮这块地。因为安尼，阮要将一切荣耀拢要来归你。恳求主耶稣基督，你继续带领着阮的信仰脚步，互阮无论是伫以前甲现在，以及未来呢，拢无受到环境的人事物变迁的影响。阮的信心、爱心、热心、纯然、信靠的心呢，拢因着你的真理的教导，圣灵加添阮的力量，时时仰望着昨今日永远伫咧智慧、能力、美德、仁爱、慈悲，拢未改变的主耶稣基督你，定定来感恩，来纪念你一切的带领甲祝福，并且化作神的力量，得时不得时，拢为着主你来宣扬。救人福音，也求主你来纪念所有感恩诚实的见证人，来为着你所做一切美好见证。因为你为着阮每一个人所备办的恩典，无论是偌济，拢是美好直接的。恳求天父真神也感动带领阮厝边这边大家好，阮亲爱的朋友，互因也会当明白着主耶稣基督你真正的大爱，是何等的长宽关心的。互见若是用着心灵诚实要来侍奉敬拜你的人，阮就要来经历着你极大的大救恩的体验，甲对阮人生奇妙一切的带领，对答一直到永远。主啊，原来今仔日是怎样容易，交托是怎样轻省，怎样美好咧。最后，愿一切荣耀、尊贵、恶乐、权柄，拢归主你的圣尊名，一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。阿门，阿门。咱今日先甲咱美兰这也讲到这，咱大家平安，平安哈，愿主耶稣祝福大家。